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4月28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连续3天台湾拢无个新增加武汉肺炎的患者，到开始当阵，咱国计共是429宗病例。昨台湾和美国两边卫生福利部的部长电话连线开会，美国是表明支持台湾未来将做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观察员。6天前日头火学生运动，3月23日去占领行政院，再去2审解判带头的魏王这8个少年家有罪。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连续3天台湾拢无个新增加武汉肺炎的患者。到开始当阵，咱国计共是429宗病例，其中有307个病人已经解除隔离，复原出院了。今日也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成立第100天。但是中指挥官嘛特别感谢全国的民众这么合作，抵抗这回传染症。咱等下来听陈指挥官上盖新的说明。好，那我们今天仍然没有确诊的个案。好，那我们现在已经累计有307人解除隔离，指挥中心成立到100天了。好，那这100天也非常谢谢全国的民众还有我们的记者女士先生们。好，陪我们一起度过了这100天。那未来还有一段路需要走但目前的迹象看起来都往好的一方面来进行。这个口罩的人造援助，到昨天是昨天嘛到昨天晚上就有12万人来响应那我们大概也持续的呼吁大家能够展现我们这样的一个助世界的一个心意。咱搁来关心，因为台北市林森北路钱柜 KTV 火烧的意外，但市长郭文铁来要求做一摆清查市内另外6间钱柜的分店，结果包含敦南、中华、香港和南京这4间，加减拢有防火管理方面的欠点。台北市消防局也去大告示，下令暂停开业，各项3日内就要改善较好。钱柜 KTV 的门口，和台北市消防人员搭上无合格场所的广告，当时互要求停业，因为伊无通过消防安检，限期3天内底要改善。毋但是这间无通过，台北市府全面清查台北市内的钱柜 KTV 其他6间分店，结果竟然有4间拢无通过检查，像是咱家东路店甲松江店的防火管理，阁有公布需要改善。敦南店是变难器具排烟无合格，西门中华店除了防火管理，也水头标示照明嘛无达到标准。这些我们都列为缺失，然后昨天晚上也立即的执行不合格场所的一个公告跟停止营业的公告。台北市府限期业者3天内底要改善相关的消防安全问题，若是过期无改善，会当连续处罚。但是业者若是提出申请改善，消防局确认有合规定，可会当马上营业。阁有7意外发现，4月20日有钱柜林森店摆联合稽查，检查记录有显示店内底有施工的情形。消防局煞无要求业者要补交防护计划。对此，消防局回应指出，因为资料还无放系统，看袂到。他们2个在现场看到有疑似。那个监管处的那个执行的同仁勾的，所以这个案子在4月22号，整个资料因为还没有上到这个系统里面，所以我们在查核整个安管系统里面就没有发现这个案子。他向监管处去申请装修许可，跟他有没有提出防护计划，监管处这边不需要向消防局确认他有提交消防防护计划以后，他才可以核发监管相关的许可，所以这个 bug 就在这边。市议员徐小青认为，消防局甲监管处等单位互相联络，恐惊需要搁要加强。但是像这届消防设备互人拐害，市议员游淑慧提出2项诉求，要求火灾受信总机远端连线，会当即时监控动态违规，也有爱将火灾自动通报119，及时通报降低伤亡。记者郭灿台北有台北报道。来讲，咱国内目前武汉肺炎的患者，拢都要过验3摆无病毒，才会当宣布复原出院。毋过，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嘛讲，当有发生一站退院了后，佫验出病毒的情形，是讲指挥中心嘛判断，若这款病毒拍算是无啥有法度佫话人了。总是感染症专门科的医师分析讲，这款情形共款嘛袂当待医症。为了要确保出院了无佫有传染着，伫国内只要是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拢需要3采阴性才能出院。不过，即马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证实，台湾出现第1例3采阴出院了又佫复阳的案例。这位患者顶礼拜转去厝了，
感觉心肝杂杂、无爽快，佮登去病采检是略阳性，这么正伫咧带医治疗。病毒可以持续的时间相当久，可能可以持续2、3个月。不管是呼吸道或肠胃道，它躲到比较深的地方，在那边繁殖，慢慢的繁殖。那你采样会采不到它，病毒有一些突变，造成 PCR 的侦测呢敏感度下降。第三个可能性是这个病人其实刚好是一个免疫力不好的人。指挥中心判定，这种三彩阴又个服用的个案传染力无悬，验过国内医生看法无同，认为只要病毒是活的，若是传播到环境内面，就会造成感染。就进前传习间群组感染事件，有国内学者根据全台的疾病感染数字推算，传习间确诊的数字只敢若30多人，数字伤少。若是官兵伫咧上船进前就有人感染，已经感染的人数应该有356人。若是伫咧保留庭外时阵感染人数也应该有161个人左右才合理。所有的数字到目前为止都是估计，都是模型。我们是会假设目前社区里面还是有人带病毒，不是完全没有了，所以威胁是还在的。不过，似乎在台湾目前的这个环境之下呢，病毒是不容易传播的。另外，伫最近美国传出讲，有一位因为感染武汉肺炎不幸死亡的女性，伫解剖了后发现，伊死亡原因是心脏受到病毒感染，造成伊的心脏破气。究竟武汉肺炎病毒除了细胞以外，敢有可能侵犯人体的心脏？国内医生认为，这种情形有可能是冠状动脉塌掉所造成，只有详细原因也怪确认。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昨暗8点，咱台湾卫生福利部的陈时中部长和美国中央政府共卫生部门的头人电话连线开会，对方唔但感谢咱烧送翠安，嘛表示支持台湾未来争做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观察员。另外，荷兰宣布讲将本地叫做贸易甲投资办公室的台北事务所直接改名做荷兰台北事务所。不过，这战也引起中国又个不满了。卫福部长陈时中甲美国卫生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27暗时8点进行两边的电话会议。会中阿扎尔除了感谢台湾捐翠暗互因，嘛表示美国会全力来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扩大参与 WHO 甲全球卫生事务。阿扎尔更加伫咧 Twitter 感谢台湾，展现强烈挺台湾的态度，甲强化美台的合作。美方呢，再一次的重申对于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支持，那陈部长也特别强调，我们希望能够在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之外呢，也能够全面的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各项技术会议。美台就防疫的政策进入亲热交流。外交部表示，陈时中伫咧会议当中分享抗疫真温暖的故事，两边气氛是真好，期待搁一届会面。另外，荷兰嘛为着要感谢台湾捐翠安，伫咧国王节专程空运3999类的郁金香来台湾，送给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搁宣布改名做荷兰在台办事处，两边的关系有重大的进展。荷兰在台办事处 by taking out the words trade and investment.We have become more inclusive for all the other areas we are collaborating on. So clearly, less here is much more. Dear colleagues and friends,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the strong support. 外交部表示欢迎，更加凸显台湾甲荷兰的关系真密切，期待双方伫咧各领域的合作会当继续深化。不过，中国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伫咧2日报道，中国驻荷兰的大使馆表示严重的关切，要求荷兰这边要澄清，而且提出严正的交涉。也拿《纽约邮报》一篇改写的报道，描述台湾防疫的措施，说以专制防疫监控全民，甚至伫咧文章内底偷渡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引起台湾驻纽约办事处的抗议，特别留话澄清台湾不是中国的一省。这篇报道是不实的指控。记者综合报道。刷落去，咱就来看美国。美国已经超过100万人染着病，毋过考虑到经济的发展，也要解决失业问题。但美国国内已经有几多州拢渐渐咧解除禁止百姓出门的封锁令。是讲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秘书长 Tedros 谭德赛又搁出面讲，病情大流行也未收煞。伊搁讲，若采纳因 WHO 建言的国家，抵挡病情的表现拢有较好。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27日来话记者会为 WHO 辩护，伊讲采纳 WHO 建议的国家防疫表现比其他国家更加好，也强调疫情也未结束。The pandemic is far from over.
WHO continues to be concerned about the increasing trends in Africa, Eastern Europe, Latin America, and some Asian countries. 谭德赛讲，各国为了要控制疫情，实施边境管制，造成至少21个国家出现疾病疫苗抵欠的问题。美国白宫经济顾问纳瓦罗27指控中国送予美国大量品质歹甚至是假造的新型冠状病毒抗体试剂，想要利用疫情大流行赚大钱。美国目前确诊人数100万，56000多人死亡。为了防疫实施的禁足令对经济伤害正大，也引起失业潮。所以，真侪州即马宣布解除封锁，恢复经济活动。All retail stores, restaurants, movie theaters, and malls can reopen May the 1st. Now, to minimize the spread of COVID-19 during phase 1, on the advice of doctors, I am limiting occupancy to no more than 25%. 在乔治亚、奥克拉荷马、阿拉斯加、也个南卡罗来纳等4个州了，今礼拜开始，科罗拉多、田纳西、蒙大拿、密西西比等州也开始解封。不过，这礼拜六，加州的温度升到30度以上。I mea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been out since March 23rd, so I'm doing my due diligence. We are keeping our distance, and life still has to go on. 虽然居家令也未解除，不过康廷顿、新港海波、高尔夫球场，也个增加的一寡报道，拢看到真侪人。已经意外严重的纽约州，而且新增加337个死亡，有12839人住院治疗。一寡地区的禁足令会延长。I will extend them in many parts of the state, but in some parts of the state, some regions, you could make the case that we should unpause on May 15th. 古姆也有过热天要互大联盟比赛采取闭门比赛可能性。伊讲加几回职业球队头家谈过，要哪伫咧无门票的收入，即个人靠转播收入情形下，互体育经济人开始胖。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全世界为着武汉肺炎的人数已经超过300万，不幸过往的也有21万多人。俄罗斯这边诊断确定的患者已经87000几个，超过中国国内官方所统计的人数，甚至连军队内面也有上千人去挖着病。另外，英国遮较好的消息是讲，染着病请假3礼拜的首相，但已经复原，销假登去办公了。Good morning. I'm sorry I've been away from my desk for much longer than I would have liked. 请假3礼拜了，首相强生当地时间27回来工作，看起来精神袂歹。We are now beginning to turn the tide. 强生3个月确诊4个吹大耳，12出院了，高休困2礼拜。伊感谢所有人为防疫做的努力，对全国封城1个月，民众开始挡袂了。伊用家己的经验，叫大家爱忍耐。I understand your impatience. I share your anxiety. And yet we must also recognise the risk of a second spike. 强生强调，伊袂互英国人民冒险，疫情无控制好，失去的毋但是人命，对经济也是灾难。即马讲解封上早，英国确诊人数超过15万，过去24点钟增加360人死亡，总死亡人数21000多人，其中包括将近100几个医护加社会照护人员。英国政府提供因6万英镑，差不多220万台票的补偿金。英国国内有超过400万的工作榜无薪假，政府已经动用160亿英镑纾困。来看俄罗斯，当地一天新增加6000多例，比前一天较少一寡。不过总确诊人数已经到87000多人，死亡700多人。军队也传出将近1000人感染。俄国全国封锁已经进入第5礼拜。本来5月初9要举办的庆祝战胜纳粹德国75周年阅兵仪式也延后。不过受到莫斯科的关押路冒险出门的民众是愈来愈多。记者综合报道。咱搁当来关心海军敦睦舰队烧毁病症这条案。国防部讲，这条案就是因为进前已经离开职务的前队长陈道辉接受电话访问的时阵，头壳内底印象有前差，事实才会讲了无对同。过来，国防部会等尊重所有隔开观察健康的官兵14天期间到，才以当面问话来进行煞后尾调查。海军敦睦舰伫感染疫情的案件，有31位官兵确诊，各界关心调查的进度。不过国防部表示，因为前支队长陈道辉接受电话访问时阵有记忆的时间差，
造成代志伫咧讲的时阵有一寡淡薄错误。为了要互大家了解真正的事实，未来将会等到官兵隔离期满，搁在当面访问进行调查。为了要还原整个事实的原貌，我们不宜用电话访谈的方式，所以我们目前就这个阶段来讲，已经收集了相关必要的事证，进行勾稽比对。因为目前官兵还伫咧隔离，国防部调查专案小组无法度约巡，调查的进度也有限。国防部也决定，逐工所调几个记者会自2月开始暂停。我们每天的记者会呢，会等到下一个阶段有一个初步的结果之后，会再来做召开。海军的巡逻舰队已经连续2天无新增加案例，隔离中的官兵要到5月初1完成隔离，结果做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5月初8归建了，国防部会开始相关人员的约巡名单。陆军的5四2旅一台 CM11的拥护战车，27晚暗的5点半，伫新竹湖口的87中心参加基地训练。敢若是因为高中突然间熄火无动力，向后壁路弄到另外一台战车，造成2名官兵受伤。这个事件呢，目前有2员都是轻伤的哦。那么后发生的原因，现在他们正在专案调查当中。陆军的陆军团27案发声明讲，副车长甲驾驶只敢若手甲骹切着伤，送去检查了无大碍。相关的原因已经由专案小组伫咧做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已经有不少企业甲辛劳上班的时间减一寡起来，甚至乎员工放无薪假的也毋是无。劳动部按2月底就推出充电再出发的训练计划，补助企业甲劳工趁这种滥放时间去上课，加强就业的才能。早起蔡英文总统嘛去到台中的科技园区参观，现场了解这款训练的计划实施的情形。总统蔡英文到科技场来了解劳工教育训练的状况。这间伫咧台中丰州科技园区的精神科技，伫咧台湾的员工有80几个，但是受到这届疫情的影响，各位订单比去年差真多，但是无愿意裁员。参与政府推动的充电再出发训练计划，希望伫咧这段期间，会使让员工的相关技术搁再精进。怎么样可以维持就是在生产的人员，他还是可以用他的满产能去生产。那也就是说，一部分的人力那抽出时间，我们来办理教育训练。劳动部表示，不少企业受到疫情的冲击，面临减班也是无薪假的问题。为了协助企业跟劳工，鼓励企业利用这段疫情期间办理员工的教育训练，政府对企业跟劳工拢有相关的补助。那我们这次充电再出发的计划，它的目的，也就是要让我们的企业能够维持营运，留住人才，那让我们的劳工能够稳住就业，那个维持经济的一个生活，所以主要这支计划就是要稳住牢固的关系无论在资金或者在研发上面的协助我们一定倾全力相助那所以不管是在纾困期，还是未来的经济振兴期，跟我们的发展期，我们都会全力的来支持我们的企业，跟我们的企业站在一起总统蔡英文除了勉励参与计划企业甲劳工，嘛强调一定会全力照顾台湾的产业，让大家会使做伙渡过难关。等待疫情结束了后，就会使有更加充沛的能量继续向前行。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交通部宣布要用1968这个手机APP， 让民众随时去查台湾头尾200多位风景地区人镇的坐照。这内底敢若台南市就顶27个所在。黄伟哲市长他就不满讲，这是会大大影响观光旅游业的经营。今日早起，黄市长搁再开声，就讲这个 APP 所列的人数，目前看起来根本都袂准。交通部观光局推出1968 App 新增加防疫的资讯，提供予5亿连假要出去佚佗的民众来参考。不过，全国234个景点，敢若台南就占27个所在，引起台南市长黄伟哲连续2天的批评，嘛实际来测试，因为这个 App 根本就无准。已经半夜了，新竹动物园还有人潮略多，我看是人多还是动物多，我真的不知道。那既然这个软体的稳定度还不够，可靠性还不足。那干嘛一定要强用这个软体来对一些县市？我觉得其实是我们不可承受之重。
虽然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有公开表示，地方政府若有任何的想法，拢会当提出来参详，嘛拢会尊重。不过副指挥官陈宗彦表示，台南警示较济是代表人调较济，应该是爱欢喜才对。不过黄伟提是搁一届甲中央来呛声。所以说，从清明连假以来到现在，我们已经高兴很久了。现在又碰到5.1连假，又被列入这么多，所以呢，我看套一句这个口罩的话，就我 OK， 你先高兴好。我们事实上已经受到蛮多的影响，我们不希望说这个时候还来这种高兴，与其是高兴，我看今邪不明了。台南市27个景点，为北到南，会使讲拢有热点，包括老街、风景区拢包括在内。全面防疫期间，各行各业拢受到影响。台南饭店业者嘛讲，进前本来连假都差不多拢有远景的订房率，到目前敢若剩4成尔。其实有客人选择延期或是退订，那我们都是予以弹性。那当然也是有客人订进来，所以其实一消一涨，其实差不多也是维持4成的住房率。不会，我们每个人个人都有做好个人的防护措施。地方甲中央超袂好势，嘛互全面伫咧疫情期间，皆是咧讨论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台湾好佚佗，南北二路无论东部还是西部，拢有出名的风景地区。高正今日要招你同齐来听一条歌词，叫做《台湾赞》。头一趴，咱先对台湾的恒春屏东遮开始来讲起。恒春丹达树相机，乌昂床出东港，打到日落西雅湾，爱河夜船那面望。安平对上红门人，历史古都叫台南。嘉南水库乌山头，玉山上悬全台湾。这头一趴的歌词，台湾赞。咱听讲这个歌词，对台湾的屏东讲起来到高雄，讲来到台南，甚至佫讲咱嘉南水库，讲到玉山。啊，这作词的国情爱特别介绍，是咱台湾过去真侪好听的台语歌，亲像佚佗人的目屎，爱你入骨，流浪天涯伴吉他，佮有最后一封信的作词家。原作词者刘达雄老师，头拄啊国正所讲，这几条歌拢是郭金发原主唱的，佚佗人的目屎也好，爱你入骨也好，最后一封信也好，落尾拢嘛真侪歌星重新搁翻过。毋过刘达雄先生，这几条歌词写完了后，伊就去到日本发展咯。到近来这10几年，也搁重新倒转来到台湾，伊甲国正互相熟悉，也写出这条台湾赞的歌词，伊就是真正要来学老讲。台湾南北二路毋但风景水，台湾是宝岛，咱人都爱尽心来保守呢。咱搁来听第2趴的歌词讲：八卦山顶坐大佛，日月潭景真稀罕。现代科技新德风，桃园机场甲上山。4月望雨丁武贤，100年金曲成龙潭。三峡清水祖师庙，民间艺术应流传。讲来到三峡清水啊，台湾赞。按南讲来到北，刘达雄老师，伊真正就是要来学老台湾，要来赞叹台湾。爱去到日本，50几档发展也真好呢。伊伫日本后生一个，查某囝一个。后生即马是日本的律师，查某囝现处是日本出名的舞蹈家。是讲刘达雄老师伫咧2017年4月28这天来离开去，留落这条台湾赞的歌词，真正要互世间人感动，讲台湾有偌水。咱同齐过来听。听收煞第3趴的歌词讲，宜兰火车丢动，罗东苏澳花莲港，世界绝景达鲁久，那鲁湾岛向台东，河边春梦台北城，港边小别离家人，台湾海峡平湖风，自由天地吉连环，5望春风四季阳，天佑台湾保平安。这是刘达雄老师留予台湾最后一封信。当然，这伊早前所写的歌词，毋过国情就用即句的话题，刘达雄留予咱来体会台湾的水，嘛5望真正春风四季阳，天佑台湾保平安。啊，讲到台湾好佚佗，那1968这个 APP 所列劳力场所甲风景地区伫咧嘉义市，毋但有算到南北二路真出名的文化路，阁连城隍庙边的东市、甲味道夜市啊，拢有按入去。当黄敏惠市长就真不满讲。到底要经倒一寡地所，要入去统计内底，根本都无先来探问市政府，实在对地方的情形了解了无够详细。
民众来菜市仔买菜。嘉义市城隍庙边仔东市场是民众购买民生物资的所在，煞叫用点名是紧时紧点，店家感觉真奇怪。我感觉咱这唔免啦，咱家己咱家己顾好，意思讲你店家挂口罩来买人口罩挂咧，安尼就无问题啊啦。毕竟只是民生需求的一个市场而已，它应该还没有到所谓有什么观光景点。一定会有影响，人一定会比较少啊。还没有到5·1连假的话，我们人就已经开始变少。除了东市场以外，嘉义市的文化路甲弥陀路夜市嘛同款用点名。文化路的业者都表示，会认同防疫的措施，但是因的生活要安怎？当然，我们都还是配合这个中央的这个防疫的措施啦。我们也只能尽量去想办法说，增加我们自己的曝光。因为我们家本来就人很少，现在已经没生意了，再点名下去，我们生意会更惨。所以建议他不要，就是平常心这样就好了。嘉义市政府表示，全台湾人流警示的标准应该要相像，嘛应该配合各县市的状况来规划，若无就影响到当地的民众甲店家。中央对于就是人潮比较多的地方，应该有相关的指标或者标准，让我们能够预先了解，让地方政府能够预先知道，有所警示。市府更指出，弥陀夜市一礼拜只有拜3甲拜5有营业，嘛只是流动式的小夜市啊。当时成为嘉义市的热门景点，嘛呼吁中央在防疫的政策之下，应该更加了解地方的情况。记者丁伟霆嘉义报道。来讲全世界生产鞋仔出名的大厂宝成集团，有史以来头一摆发表营运利润的警告。因宣布讲，手下负责制造的乳源企业，今年头一季就会了6000几万的美金。啊，搁有伫中国咧负责通路的宝成国际，进前有真侪门市嘛配合中国的政策，就爱关起来。按算头一季会了人民币1亿6000几万。啊，搁有东南亚迄边一寡工厂，可能也暂时无法度运转。宝成集团伫离职案第一遍发出迄例警告，强调受到疫情影响，宝成唔但机械通路停业，连作为业绩也受到影响。第一季本业头一回面临亏损。他还没公告正式财报，不过他现在预告说是他第一季可能会亏损6000到7000万。宝成指出，集团旗下通路端宝成国际自今年2月开始，因为中国实施几多项严格管制措施，北加中国办公处所加零售门市拢关起来。第一季的税后净损差不多人民币1.67亿。就旗下负责做的乳源工业，今年第一季预估税后的净损是6到7千万美金。伫东南亚的工厂也可能面临暂时关厂的命运。因为东南亚的这些措施啊，一些针对疫情的一些措施，可能会影响到当地的生产效率，可能会导致工厂的暂时关闭。因为第一季本业表现无好，宝成的股价随做反应，伫盘中上价时阵到27块半。股市行势起波真大。不过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欧美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地区，其实已经开始解除禁足令，也重新要启动经济的活动。或许在这个禁足令的解除之后，慢慢经济活动活络起来，那么下游的一个需求就会开始起来。因为目前来看的话，有一些门市也开始在重新开启了。另外，宝成伫日前传出考虑自6月开始放无薪假。副总以上的国家主管拢减薪10%。伫这礼拜会甲工会正式协商，最近几天就向台中市政府说明放无薪假实施的计划，争取市府协助保障员工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政治的消息，来讲6当前的日头花学生运动，3月23迄日去占行政院，买手检察官起诉学生。啊，带头的少年家魏阳一家人，伫咧1审是判无罪。啊，毋过2审的合议庭换认定魏阳这8个人有伫咧网络写文章招募群众去助阵，就安尼换用限迫他人罪，就是甲人煽动来解判因有罪。啊，因是还佫会当上诉者。2014年太阳花学运的期间，发生3月23占领行政院的事件。清场的过程当中，警察甲民众爆发闹火的冲突。后来检察官起诉132个人，到2017年，法官1审判决其中11个人有罪，28早起佫进行2审的判决，其中8个人确定有罪定讞。不过，连原本无罪的学运主角魏阳等7个人拢互解判有罪。当时分别以言论呼吁不特定的多数人
要以仿效占领立法院的方式来占领行政院，但是行政院当时呢是设有拒马蛇笼，在这种情况下，非聚集众人用强暴的方式是没有办法达成的。为用等7个人共判2个月到4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合议中强调，就算反对者认为国民党前立委张庆忠在咧推行服务修法的过程当中有轻视的侦查，要是会当透过合法理性的途径来救济。不过，魏勇甲律师团批评讲，法官的思想也留伫咧戒严的时代，判决的结果让人真失望。今天的判决等于是在跟当天上万的台湾人说，你们全部都是一群暴民，你们没有自己思考的能力，你们就是被上货来的。但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讯息。迄当阵的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飞环，即马已经是民进党的副秘书长，伊早起定定去高等法院外口关心判决的结果。今天非常遗憾有这样的判决结果。那我想，我作为这个运动的参与者，我有责任在今天判决的时候来关心一下。迄当阵占领立法院的被告已经全部无罪，不过3月23占领行政院的被告，全案当总有10外个人红判有罪，不过魏勇等7个人因为一审无罪，所以会当搁再上诉。记者综合报道。5月劳动节连面特别到位，早起时代力量立法院的党团嘛提出各路站含劳工有牵连的法案。时代力量的立委是强调讲，目前的基本工资无法度真正保障到劳工生活的开销，因也来提出最低工资法，把工资提高起来超过3万。因阁主张拜6礼拜休困以外，得阁实施7天的休假，安尼生劳工上班的时间才有通好减一寡。看板顶管写基本工资应该是31309块，甲现行的23800是差一截。时代力量伫劳动节进前开记者会，提出上低工资法的草案，针对台湾普遍低薪高工时，佮拄定武汉肺炎的疫情影响，连带影响民生经济。时代力量强调，总统蔡英文的竞选政见，其中一项就是基本工资要提高到3万，呼吁中央保障基层劳工生活。你自己要能够活下来嘛，哈，自己活下来之后，再加上这个你的这个每月最低生活费乘以这个就业的抚养比，也就是说，你自己活下来之后，再加上我应该要抚养的人，的这样的最低的这一个生活费的标准。时代力量嘛提出固定假日法，立委单招发表示，因为实施1礼拜休2天，历史7天的固定假日去互刷叮当。时代力量主张恢复7天假，强调甲英国节日权威色水无同，要注目伫台湾的历史、族群、民主发展，包括言论自由日、汉族民族正面纪念日等等，拢总会有19天的固定假日。原来的12天就是非常偏低，非常偏低哈，就是有19天之后哈，才是跟世界各国的这个国定假日哈。才有这样子的比较平衡一致的这个趋势啊。好不容易呢，有一段时间那个国定的假期呢达到一致化的结果。如果要讨论的话，那要重新讨论，我想需要更多的社会共识。另外，时代力量嘛提议要修改劳基法，地方政府即马有劳检权，不过劳检的功能无明显，而且无共县市政府财阀的比例无同，所以时代力量希望会当交由中央直属统一规范裁量的标准来落实劳检。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一个按菲律宾来到台湾，伫婚林咧共做看护的女性，顶日在点 Facebook 发表文章，批评菲律宾的总统。第一当病情的工作做了无好，结果菲律宾驻在台湾的外交人员所专工要求伊文章都要摕落来，佮讲有意要甲伊遣送回去。但外交部是表示，外国劳工伫咱台湾该当要有言论自由，望世界各国的政府拢都要尊重。Huwag naman sana kayong masyadong loyal sa Pangulo。伫咧网络顶悬批评家己的总统杜特地的武汉肺炎防疫政策，甚至讲准讲杜特地伫咧家己的面前，伊一定会胜伊一个喙皮。即个即阵伫咧婚林做看护的菲律宾籍移工奥迪朵，20去互菲律宾驻台的人员来警告，甚至菲律宾的劳工也有就业部佮发表声明，表示奥迪朵所讲的话无影无迹，已经犯法，甚至甲恐吓，讲要甲奥迪朵送回去菲律宾。他当然说他当下很害怕啦，就是那个官员去的，而且跟他讲说可能会被遣返啦，所以他当时有打一个号我删掉然后那官员也跟他讲说，你最好再拍一段跟杜特地总统道歉的影片。奥迪朵因为去互官员迄惊到，怎甲影片删掉，不过事后却拒绝翕影片回失的。
而且菲律宾的总统发言人罗奎去访问到这个问题时阵，只简单回答。 Iniimbestigahan na ngayon ng Cybercrime Division ng Nation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菲律宾驻台官员伫咧台湾企图要甲奥迪舵送倒转去，当地有艺文工作者，也阁有记者所组成的协会，和农民工会联名，拢发表声明来谴责，而且表态要支持奥迪舵。外交部表示，伊讲伫咧咱台湾享有国民共款的态度，包括言论自由，各国应该爱尊重。任何人以及任何机构都没有权利。 向这一位移工他的本人，向他的雇主，或者向中介公司进行施压，或者是进行关切，也不适合在两国政府都没有经过协商的情形之下，将当事人递送出境。长期关注移工权益的王志达认为，无论外交部、移民署或者是劳动部，拢爱坚守主张这个立场，保障移工的言论自由等等相关原则的权利，绝对袂使让菲律宾政府乱来，凊彩遣返移工。记者综合报道。 之前咱有报讲，中国国内一个去互政府用颠覆国家政权这条罪，该关4当半的王全章律师4月初5刑期就满啊。结果出狱，煞互人带去山东济南，讲因为病情咧喘，要甲伊隔离，一直到前几日，因牵手因为急性毛肠炎昏去，警方才甲伊押转去到北京。昨因一家口仔3个，总也暂时会当团圆咯。 王全章总算回来厝啊，规家伙3个人染条条，4当外分开了后的操烦变做激动的目屎。因某离婚就这一天才因为急性毛肠炎住院，规个面白顺顺，身体也是真虚。啊，不过伊总算等到因翁回来团圆。你看中风一样。 王全章今年44岁，原本是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因为代理收济件政治敏感的案件，2015年7月初9开始，政府伫咧全国23个省对正摆维权者、律师啊，各有相关人士发动大抓捕了后，失去消息要3档的时间。2018年起用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来起诉，隔当年判刑4年半，剥削政治权利5档。 因某离婚就甲709大抓捕事件的其他受害者家属4家走踪，坚持维权抗争，而且搁剃光头来争取公道，让这挂案件继续受到国际社会注意。很感动，真的很感动。没有他们的一个支持，我家里人很难挺过来的。这些支持可能对我来说，会让我更安全、更健康吧。王全章4月初5刑期满出狱了后，就随去政府以防疫做理由，送去户籍地山东济南进行居家隔离。隔离期满也是无法度回去北京亲人的身躯边。侵属交涉的时阵，便衣警察搁捌讲，王全章去用剥削政治权利，所以也搁算伫咧服刑，而且回去北京嘛对伊的改造不利。坐牢我都坐了，我还怕拘留嘛？你不开玩笑嘛？所以这些对我来说不是特别的难过。 但是我知道我妻子和孩子很难过，因为他们毕竟在外面，熬了这么长时间，5年的时间的确是太长太长了。王全章前日伫咧接受德国之声专访的时阵捌讲，政府禁止伊登去北京的理由，拢是随时想出来，就像喙暖共款，随时拢有。会继续争取家己的基本人权，长期注意人权的网站甲卖奖页，拢打出王全章规家伙仔团圆的画面，希望讲因袂搁再分开。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和观众朋友关心天气。中央气象局表示讲，5月劳动节的休困日，台湾头尾多数拢是济云到好天。啊，毋过各地头过昼检测会去落着雷公雨。啊，若连绵特别到位的黄霜雨水期，气象局是讲，新历5月时啊，雨水也是有限，到6月雨才会较照起降落。 日头出来啊，全台湾的天气拢变较烧热。气象局统计，今年4月份的气温比较较凉冷，一直到4月2日，这个月平均的温度伫咧摄氏23度左右，是最近24年来上介寒的4月份。啊，若随特别到位的黄霜啊雨季节，即阵预测的气温会变较悬，5月份落雨的机会较少。不过等到6月份的时，雨就会变多。比较丰沛的雨量，目前还是西南风上来之后才能够建立，所以目前我们估计呢。 西南风的建立可能在5月中下旬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那降雨呢，我们估计在6月份雨量是属于
正常的情境。气象局分析，这几年来，唔算好的季节，落雨的时间点有比较较晚，部分原因就是和全球暖化有关系，其他因素也阁需要长时间来观察。因为梅雨较晚到，中南部又过进入大水期，特别提醒民众水着爱较省利用。啊，若说落来5一连续假期，气象局预估各地气温会比较较悬，过到了后就可能出现西北风。暖和天气一直到周末都持续啊，在高温部分，北部地区高温大概都在30度左右，中南部地区高温有32度、33度，甚至东半部地区的高温也在28度、29度左右啊。5一连假最后一天，午后阵雨的不稳，就是发生的地区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啊，那即阵伫咧菲律宾东方的海面顶有热带扰动，所以无排除可能真做是热带性低气压，甚至真做风台。不过气象局表示，就算讲是伫咧周末发展做热带性低气压，因为伊在行的方向是对菲律宾的陆地迄边去，所以暂时对台湾无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大家拢知影 N95 喙炎真有效，啊，发明这款喙炎的，就是一个伫台湾出世，去到美国咧发展的工程师，今年68岁的蔡先生。虽然伊本地已经要退休，不过近来煞又搁再度风尘。伊讲就是望要找出甲 N95 这款喙炎消毒、安全搁有效的办法，才通互美国国内当地咧欠用喙炎的医护人员，会当中复运用 N95 的喙炎。放伫咧桌顶的是咱台湾人拢知影的 N95 喙炎，这也是防疫的时阵上界重要的医疗物资之一。不过因应新型冠状病毒当伫咧拖，各国是拢真欠喙炎，这也互发明 N95 喙炎伫咧美国、台湾籍的工程师蔡炳义放弃退休的计划。I did not expect that this will happen. That this happens. 今年68岁的蔡炳义悄悄讲，然后退休完全是一个意外。自本伊是伫咧美国田纳西大学做研究学者，1992年研发出 N95 喙炎内底的核心技术，会使过滤大部分的病毒，造福的人超过10亿。去年伊已经退休，不过想袂到即阵全球疫情也搁未挡好，美国也欠喙炎的这个情形，互伊决定重新回来做研究。I just feel obligated to help the industries and to provide information to find a way to sterilize the mask. 蔡炳义即阵当伫咧拍拼，要找出安全消毒 N95 喙炎的方法。After a treatment of 70 degrees for 24 hours, then efficiency only reduced by 0.5%. So there are still 98.5% there. 伊讲准讲用高温来处理，会使互病毒无法度生存，无的确这会使互喙炎重新搁再使用，通好解决医护人员 N95 喙炎无够用的问题。对蔡炳义然后退休，把海面做伙做代志的教授，拢讲一点仔都无意外。He's driven to wanting to help, wanting to make a difference, want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We're very, very proud of him and his work. 68岁的老将面对疫情，并无结定点，颠倒是中出江湖，希望借用伊30多年研究的经验，助战第一线奋斗的医护人员，希望做伙拍赢这场疫情大战。记者综合报道。对抗病症无后无命的影响实在相当济。今日公视台语台新闻的专题，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在咧这段时间相当辛苦的药师。同台湾有6000几间药局按2月开始，就替国家担当卖喙炎的任务。有真侪药师是连续几60日拢无休困着，因嘛是讲，当若喙炎还阁有，因拢会尽心继续替社区四边的民众来服务。开始卖喙炎到近，阮是毋捌休困，阮是逐工卖。阮敢若一个希望，就是伫咧即届疫情，大家拢有够的喙炎，啊莫着病安尼。帮民众一个一个过卡，民众家己付钱了后，才去帮因的手消毒来发喙炎。台北这间风尘药局服务社区将近半世纪，目前由2代接班。2个半月以来，逐工卖200份的喙炎，中嘛自愿来加量卖喙炎。哦，谢谢，内底有高地。这位排队买喙炎的民众就表示讲，这是伊自细汉就真熟悉的药局，服务嘛真周全。他们会很贴心的帮我们在健保卡的背面。就是特别贴一个标签，那就告诉你说你下一次可以领的日期是什么，你也不用特别自己去加减。这是我们的社区药局，所以人情味是非常浓厚的。
全台湾超过6000间的社区药局负担第一线发防疫物资的任务。自带接班的黄药师表示，分装过卡卖喙암这流程，逐工上无就要开始5点钟，各单经手超过56000片的喙암。这段时间，好甲在用伊的妈妈甲太太做伙斗相共。伊话讲，这加减影响药局原本的营收，政府一天发800块，也是淡薄仔补贴尔。也毋过伫防疫的非常时期，伊话希望大家安尼做伙斗相共，会当赶紧度过难关。行动不便的，比如讲坐轮椅的，比如讲阮本地就来摕迄慢签的，摕慢性病，阮知影伊，比如讲伊有一寡，伊就无法度行路啊，伊可能啥物袂拄好啊，阮拢会甲因讲，你免先摕无。甚至阮帮伊送过，这是方宁的原则啦。好，拍者哦。几百公尺的排队人潮，伫咧药局头前排2个月，总算伫咧4月的时阵，即便会当卖2礼拜9片喙암，所该排队的人潮，包括药师会当小小喘一下。黄药师希望民众会当加一份体谅，未来伊会继续守伫咧第一线为民众来服务。记者由警长药水台北报道。近来全世界拢咧拍拼开发预防车甲检验剂，咱台湾已经有生物医学的公司，佮研究出一组新的检验新型冠状病毒的设备。就算病毒的量真少，嘛验会出来。尤其检验的时间佮短，45分钟内就会知。正确的比例佮通达到95%。甲抽出精华样本放落去试剂检测，国内世纪甲金万林2大型医厂合作研发一套新冠肺炎的检测套组，会当伫咧45分钟的时间检测92个检体，准确度要到95%。病毒基因检测呢，它的这个可靠度呢就非常的高，可以到90% 的，因为我们的检测方法它的那个所使用的这个方法呢，可以缩短我们上机的时间，只要40分钟。那另外呢，我们60分钟就可以完成。目前市面上的核酸检测机器，超爱有5在病毒量，才会当去用检测到敢是有感染。是这套试剂检测，敢若需要在病毒量就会当检测到。针对部分个案，病毒采检的时阵，连咪阴连咪阳的状况，都会当提供协助。采检的一个深度可能不够，另外一个可能是采检的时候它的这个病毒量不够。那所以当然我们在这个如果能够在5到10个病毒就可以得到一个良好的检测结果的时候，相信一定可以对这个之后在这个一个实阴实阳的这个结果来说会有一定的注意。台湾的部分我们现在也会做这个专案核准的申请哦。目前相关技术已经申请美国 EUA 后面 CE 认证，预计5月中通过。若是台湾的方面，嘛已经向指挥中心的专案备台来申请。对备台资讯来看，专案申请的核准期暂定是到指挥中心的解散日为止。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刷来去关心各地方的消息。早起环保团体搁再一摆去到桃园市政府门口口，抗议讲中油公司当伫咧施工的第3天然气接收站，大大去影响到水底的海草礁这款宝贵的大自然生态。因来要求市府要下令停工。市府这边是讲主管环境影响的评估是中央政府的环保署。不过现场若真是查到违法的事实，也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水到走向，甲海里喷火响，少年海草礁。28早起，环保团体一家人去桃园市政府进行抢救海草礁第101届的记者会，抗议中油第3天然气接收站对海草礁的生态造成的伤害，要求市长郑文灿要赶紧实现下令停工的承诺。我们来要求市政府呢，一定要执行，要求3阶停工，因为这是郑文灿自己脸书上就曾经表示的。环保团体提出市长郑文灿伫咧2018年10月人民册铺文，指出郑市长有明确表示，开发的过程若有造成海草礁的生态破坏，会要求按随停工来改善。不过，顶个月28，大潭海草礁因为中油第3天然气接收站有工作船扩大，造成大面积的破坏。这个月20，海保署的调查报告嘛出来，到今嘛也无看到市府有任何的动作，质疑是违反诚信的原则，而且是咧甲中油攻击。海保署的那个调查报告显示，这次藻礁受损的区域在巨湾区，然后受损的面积是0.58公顷，那受损的最大深度是30公分市府海关处表示，环评的主管机关是行政院环保署。另外，因为报告无真明显的证据，显示茶山都杯空酸湖是受到这个事件的伤害，环保署会到现场搁进一步来确认，若是经过勘查了后，确定是真实的，市府会以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8条的规定，
甲犯罪嫌疑人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关心环境嘛，关心农业。近来台湾飞日本的飞机班减真济，不过5月尾6号包的奶子就该落市面咯。但行政院农委会就决定甲中华航空一礼拜包2座飞机起来，甲农民斗送打收成的花蕊甲果子运过去日本销，运金阁会斗补贴挂。树顶一粒粒的玉荷包虽然阁是青的，甲树摕过去酿，大部分的寸树拢有符合外销的资格。甲50块放伫边仔，上关级的果然特别大粒，互农民的信心满满。不过拄着疫情，销往日本的费用增加，好佳这农委会来帮忙，甲华航来参详买包飞人机，甲水果销往日本。只要你下定，基本上我们在6月15号之前，我们都可以确定可以让出去，因为空运就比较没有那个数量的限制了。台湾、日本来往的飞人机变少，运费大起。农委会运作的水果包机，每公斤会补贴40块银的运费，减轻农民的负担。嘛会伫网络做销售平台，互台湾的民众订货送予日本的亲戚朋友。在5月之后，我们会增加高雄玉荷包的这个品项。会输往日本，我们全国的消费者可以在我们的首选平台上面去订购，就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客户在日本就可以收到。3公斤一盒装的玉荷包，伫台湾差不多会当卖到1000块，销往日本一盒会当卖到2600块。介绍起一杯，农民当然希望会当外销找出路。不过日本即马是紧急状态，水果包机目前预定一礼拜2个航班。化好各如何，再来调整。记者陈义言、柯正俊高雄报道。观众朋友，若甲古早的路权图甲土地登记的资料，配合上届先进的 Google 地图，会当产生什么款新的作用呢？来到台中大家的民众，若甲甲这2款资料斗阵的一个网站开开，就会当佚佗游大家，兼过了解庄头的古迹变迁的历史。咱们来看卖。来到市立古迹一南火车头，即天为做伙用手机扫 QR code， 就连起地质资讯的网站。台中大概地震人员详细解说，看古早无共时期的地图，对照眼前的古迹，真简单就当了解车头的发展。可以让我们知道从以前到现在这个古迹的过程，觉得。不错，讲的那个写得很详细。看到日治时期那种地基图啊，都觉得很惊讶，跟现在那种科技跟真的是不一样，对，有一点古色古香的感觉这样子。大家地震事务所的人员甲土地登记簿、地质图甲历史的图纸扫入去电脑内底，发挥因的专长甲创意，甲地质资料变作是在地深度旅游的好工具。这个网站的设立啊，就是让有些民众他不方便到现场的，然后他可以透过 Google Map 还有 Google Earth， 他可以了解古迹的限制在哪里，然后借此就是活化我们的地籍资料，然后达到教育的意义。这个网站唔但整理古早的地图，佮结合 Google 的地图和实景技术，用所有的新科技，互惊较高的游客，也是无来到现场的民众，拢总有法度看到古迹的真实景象。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市面的金瓜定定因为气候变迁，佮有病虫害的问题，影响到产量佮品质。但花莲的农业改良场已经特别开发出一款新品种的有王金瓜，这若会挡烧热，佮会抵挡病虫害，收成也真好。这站已经开放予农友来观摩佮试种了。这是专门培养新品种有王金瓜的寿丰乡500多个农场，一粒一粒巴甜的金瓜，甜是生甲满满时，农民笑嗨嗨，因为有王金瓜产值真高。凊彩摕一粒切开，看起来肉质就那像芒仔瓜。它的口感是比阿成会好一点，对。那接受度来讲的话，因为现在还在慢慢推嘛，客人吃到是觉得还不错吃这样子。国内一般伫卖金瓜有东星金瓜、阿成金瓜，常常受到气候甲虫害去影响到品质甲产量。毋过有王金瓜就较少受到影响，收成率嘛比一般的金瓜较悬。市场收购的介绍一斤35至50。这可以抗病毒，又比较耐热，可以晚点种，然后所以呢也比较适合有机栽培，所以在那个非种植期生产出来的南瓜价钱又比较高。
因为以往金龟产值真悬，真侪农民早就注意到这支品牌，所以花莲农改场打开放参观，就请真侪农民来。今年来看比较不一样，它是用高架的、高棚式的，所以这是一个好像比较亮点吧。所以花莲农改场强调讲，金龟因为有锌等等的微量元素，对抵抗力是真有帮助，鼓励大家加食金龟，嘛希望讲加减会当斗3天对抗疫情。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的资料。北部24度到30度，中部26度到30度，南部27度到31度，东部23度到28度，金马平湖19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